另外呢，伫今年日这个是快泰10米节开始实施的头一天，全台湾将近5000间邮局，各会使卖78份5日，也就是5支快泰汽车，总共是500块。依照身份证这个每2号，也就是单双号做分流。全台湾各地有未少乡亲透早就去排队，有邮局片面讲，民众入去邮局造成呢集中感染的风险，和民众伫门口等排了呢，由药师呢去做协助，较无半点钟就卖了啊。来讲台东甲偏僻卫生所早起8点半开始卖，因为现场的民众无讲几个，无偌济，有乡民，有即个民众呢，就将500块甲现金啦，即个健保卡拢压伫卫生所，讲拍算较晚才来领。桃园药局明明透早8点才开门，不过民众上早6点半就来排队，现场看起来至少60个人。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对。为着避免民众伫店内群聚，民众敢若会使伫门口等。药师全副武装，7点50伫外口发号码牌，较无5分钟就发了。先收健保卡和500块，再登去药局过卡来领快泰。好，谢谢哈。辛苦是值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早就来了。大概几点？7点就来了。台北药局嘛是一透早搁出日头，未少民众搁野用线伫人行道排队，有人家己早椅啊坐来排队，有人早一间无买到，搁来排。刚去另外一个药局，他是8点开始排队，然后我一去的时候他就说没了，所以我就过来这边排。我们药局是9点整开卖，然后9点半完售。那其实今天的状况是，民众有7点左右就开始来排队。那北部药局快泰卖了，屏东的药局嘛伫7点钟来卖了，不过台东偏乡的卫生所拢无人。透早8点半开始卖，现场无啥物民众，有乡民规气甲500块现金，还有健保卡先放伫卫生所。按算较晚才来领，卫生所的人员嘛讲，应该是庄卡消息无传较紧，加上未少民众认为无真着急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